在议会干务部门的业务报告甲质询中，议员蔡小伟首先以着风台就要来到，询问干务局在专区的路树健检为何到底完成了偌济的比例。对此，虽然干务局回应，基本上拢完成检查，但因为咱市的路树是属地主义，议员烦恼一寡无伫个管理的范围，如果影响到安全，到底是要修整或者是移除，恐惊引发移除甲后树双方的争执。我是想要跟你主张啦，哈，对于所有这个行道树的部分、路树的部分呐，哈，怎么样去做整合的盘点呐，哈，到底是浅根的这种这个物种是不是应该可以有做移除啦，哈？大家一直很担心的是护树，但我们也是尊重护树，我们也希望说地方上这个如果在植栽的部分哈，这个种树的部分我们有比较多的这个面积，但是如果这个树已经造成了居民的居住安全跟人的生命安全的时候，我觉得这个必须要去做一个衡量啦，哈。除了移除甲后树有无同的意见，另外伫个修正的部分，嘛有议员反对修正过多，甚至被街道式来测图。很多的民众他看到说啊，一棵树好好的，原本绿盎然，砍到最后只剩下这个主干。那当然有一些树木的专家，他们就会说啊，这个修剪是0分呐、为什么因为它的侧枝干全部都被裁断了，那裁切的位置也都错误了。那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，我们有没有办法提出释疑，或者是说我们在修剪的时候不一定要这样子动大刀去处理，而是它可能是微型的去做修剪，就有办法让这棵树不会影响到，比如说道路的用路安全啊，比如说像我们在剪头发的时候一样，不可能理到光头嘛。可是你们现在做法就是把所有的这个树都尽量的理成光头，然后再让它再慢慢长出来。应该不会是这样子，因为其实我们整个大概修树的话，其实大概目前就是说不会超过1/4啦。不管是修正或者是数学的问题，议员认为，虽然台南市不管是植栽或者是移除的时间，拢有一套管理的条例甲办法，不过对着最近一连串的修正甲移除的树木问题，议员认为。干务局有执行上的落实，对此干务局回应，要修整树木，拢要完成收树的课程。目前受训的1300多人，大约有700人通过认证。台南新闻林跟采访报道。